Hello， 我係寶榮醫師，歡迎嚟到漢興中醫常用中藥系列嘅5分鐘教學。今日我哋嚟講下一隻喺中醫入邊好常見又非常重要嘅中藥黃連。有啲人聽到佢個名會覺得好古怪，但係其實黃連係一個歷史悠久、應用廣泛嘅好藥。佢嘅歷史可以追溯到《神農本草經》，佢仲有好多種唔同嘅名稱，好似川連、味連、雞爪連，甚至係杜甫、洪聖，呢啲都係佢嘅別名。喺我哋日常生活中，有時會遇到消化不良，喺飲食方面出現濕熱症狀，好似口腔潰瘍、牙齦腫痛，甚至啲人會出現腹瀉、嘔吐，呢啲其實都可以用到黃連幫助調理。呢度我哋就要留意一點，喺傳統中醫嘅角度，黃連性苦寒，歸於心、脾、胃、肝、膽同埋大腸經，代表佢主要用嚟清熱燥濕、瀉火解毒。打個比喻，黃連就好似係中藥界入面嘅清潔工，將身體入面嘅濕熱火毒通通都清除，保持身體嘅平衡。譬如喺治療濕熱痞悶、嘔吐、瀉痢方面，黃連就係一個好幫手。佢嘅苦大寒能夠有效清泄中焦、脾胃同大腸嘅濕熱，特別適合用嚟治療濕熱瀉痢。喺臨床應用中，如果病情輕，可以單用黃連就得，但如果情況嚴重啲，通常會配合其他藥材，比如黃柏、秦皮、白頭翁，甚至係中醫入邊嘅經典配方白頭翁湯。我哋可以再提一提，喺實際用藥時，配合木香可以治療濕熱瀉痢引起嘅腹痛、里急後重，好似香連丸咁嘅方金。而且若果配合白朮、檳榔、木香等藥材，都可以用嚟對付膿血下痢，例如芍藥湯。呢啲都係我哋醫療臨床中常用嘅搭配。黃連唔單止喺治瀉痢方面有用，佢仲可以應付由濕熱鬱結喺脾胃造成嘅空腹痞悶、嘔吐、泄瀉等症狀。如果配合厚朴、石菖蒲，甚至半夏呢類燥濕行氣嘅藥，效果會更加顯著。呢啲搭配喺霍亂論或者傷寒論都好常見。再嚟同大家介紹一啲少少秘密武器，喺高熱神昏、心火亢盛、心煩失眠方面，黃連絕對係極品。佢嘅清熱瀉火之力非常之強，善於清除心火，令你心情平靜，瞓得安穩。例如喺黃連解毒湯中，常會加入連翹、牛黃，效果會更加好。如果想滋陰養血，仲可以配合白朮、阿膠，用黃連阿膠湯，用喺心火虛旺、失眠心煩方面，都有好好嘅療效。講到血熱方面，凡係喺吐血、濁血、腸胃出血等血熱邪火所導致問題，黃連都能出一份力。佢大苦大寒，寓意清熱解毒，配合大黃、黃陳就可以增強瀉火涼血嘅效果，幫你止血解毒。另外喺胃火高、牙痛、嘔吐、吞酸方面，黃連亦能大顯神威。配半夏、竹茹、橘皮，可以治療胃熱引起嘅惡心、嘔吐。如果係肝火犯胃，用吳茱萸配黃連更能達到良好療效。當然，若果係熱性導致牙齦腫痛、喉嚨痛，黃連配山地、星麻亦係非常好嘅選擇。喺治療脈腫瘡或者皮濕疹、濕瘡方面，黃連亦有奇妙嘅作用。用佢製作成外用丸膏，或用浸汁塗喺患處，可以治療皮膚濕疹，甚至耳道流膿都得。喺臨床，比如我哋平時做嘅症，配合不同藥膏或者煎汁滴眼、沖涼，效果都值得期待。講完咁多啦，呢啲用法除咗傳統之外，仲有好多現代醫學同中醫結合嘅研究，越嚟越多證明黃連係一個值得我哋好好認識嘅寶物。我哋都知道喺中藥應用當中，配伍非常之重要。黃連可以同木香配合，起清熱燥濕、行氣止痛嘅作用，非常啱用於胃腸濕熱問題，或者同半夏配合，寒熱互用，化痰降液，通經止痛。除此之外，配大黃可以清熱瀉火、解毒，又能瀉火通便，應付火毒內盛嘅困擾。最後要提一點，買藥返嚟之後唔可以隨意亂用哦。
因為黃連性寒，服用過量或長期服用都可能會傷到脾胃，特別係脾胃虛寒嘅人要慎用，而且苦燥之品易傷陰津，陰虛者要注意啊！今日聽完我嘅教學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更了解正確使用呢一個百年嚟經典嘅中藥材，幫助自己同家人身心健康。現實係中醫界對黃連嘅研究越嚟越多，其潛力都仲未完全挖掘到，期待未來我哋可以用更加科學嘅方法運用到臨床上。好啦，今日嘅內容就到呢度。如果你鍾意呢條影片，記得點讚、分享俾你身邊有需要嘅朋友，仲要記住訂閱我嘅頻道啦。咁我哋就可以一齊探索更多中醫嘅秘密。下次見啦，拜拜。